喺度咁做港澳近代商業豪門權謀歷史科普，絕不鼓吹任何博彩行為。博彩會引發巨額財務虧損、家庭破碎、債務纏身等嚴重危害。各位觀眾理性觀看，主動遠離一切賭博活動。歡迎返嚟執哥全知解。EP14 上一集我講透一個首頁核心鐵律，將四房產業徹底拆分劃分獨立賽道，零利益重疊，並非為咗分錢安懶子女，而係徹底切斷家族內耗源頭，避免手足因為搶生意、搶資源、搶自存市場而自毀長城。好多觀眾看完之後，心中仍然有一個最大疑問，亦都係外界幾十年最誤讀我嘅一點，點解我咁恐台內鬥，咁追求家族穩定，一心想保住何家千年基業，點解我始終唔肯立唯一繼承人？按照常人邏輯，一個單一接班人，統一管治，集中權力，所有人聽一個人指揮，先至最團結、最穩定、最唔會爭吵。點解我偏偏反其道而行？願保留四房並立，保留輕微爭議空間，保留互相牽制格局，都絕對唔將千億權力集中喺單一後代手上。今日我用70載商海縱橫經歷，一豪門傳承最恐怖、最真實，從來冇人敢公開講嘅頂層真相。豪門最大嘅危機，從來唔係分家爭產，而係權力獨攬，寧願後代有輕微博弈、輕微制衡，都絕對唔敢將成個何家命運壓喺單一個人嘅人性同判斷上面。普通人睇傳承，佢穩定統一聽話；我睇傳承，睇嘅係防錯、防狂、防失控。首先，我同大家講清楚一條頂級家族鐵律，見盡無數世家興衰總結出嘅血淋淋教訓。藏嚴需要獨裁魄力，守業絕對唔可以有獨裁權力。我年輕時白手起家，所有無祖業可書，無家族可累。當年港澳商場群雄割據，舊勢力層層封殺。如果我凡事商量，處處妥協，人人制衡，衝唔出重圍，根本建立唔到豪江商業帝國。重嚴階段必須一人拍板，一人擔責，一人獨攬大權。呢種獨裁係生存手段，為咗突破封鎖、搶奪資源、立足行業。但守業完全係另一套邏輯。守業者手上握嘅係幾十年積累嘅千億資產、數萬員工生計、噴大社會資源、跨國商業版圖。呢個時候，一旦權力集中喺單一個人手上，呢份權力就會變成最致命嘅炸彈。好多人天真以為立唯一繼承人，家族就會團結一致。實際情況恰恰相反，一旦出現單一掌權者，家族即刻出現階級分化。其餘子女要嘛變成依附掌權者嘅附庸，失去所有話語權、所有資本、所有立足之地，因為長期被壓制、被邊緣化、被剝奪的權益積怨日深，最終變成隱藏嘅反對勢力。表面睇上去風平浪靜，人人聽話，實際上家族已經徹底失去制衡能力。啲為一人之天下。呢種團結叫做不敢反對嘅沉默，而沉默嘅家族最容易一夜崩塌。見過太多港澳頂級豪門，老一輩辛辛苦苦打下江山，晚年為求所謂嘅穩定，揀一個子女獨攬大權，開始確實整齊，確實聽話，確實冇爭吵。但幾年之後，掌權者手握絕對權力，身邊只剩下奉承之人、攏味之人、順從之人，便再冇人敢渠冷水，再冇人敢指出錯誤，再冇人敢阻攔冒險。人心係最脆弱嘅嘢，一個人長期手握千億權力，冇人制衡，冇人反對，冇人制約，一定會膨脹，一定會自大，
一定會以為自己永遠正確，嚟穩穩陣陣嘅守業格局就會開始盲目擴張、高廉搏殺、跨界亂投資。壯業者冒險叫拼搏，守業者冒險叫自盡。一旦市場逆轉、政策調整、資金鏈收緊，單一掌權者犯下一個錯誤，冇任何人可以補救，冇任何人可以兜底，冇任何人可以制衡，最後結果就係一代積累，一代敗光。呢種衰敗唔係因為爭產，恰係因為太過統一、太過集中、太過冇爭議。呢個觀眾唔明白，以為爭議係壞事，分歧係內耗。今日我講一句頂層真言：有輕微爭議嘅家族先會長久嘅拉，完全零爭議嘅家族只會突然死亡。我刻意保留四房並立格局啊，唔係我想見到子女爭吵，而係我要永遠保留制衡窗口。各有資產，各有現金流，各有話語權，各有底氣。任何一房後代，就算心態膨明，想盲目冒險，想高風險博弈，要隨意動用成個家族核心資產。你想亂來，其他三房有能力阻止，有底氣制衡，有資源兜底，呢個先係真正嘅長遠安全。第二個極少人看透嘅底層算計，唯一繼承人最容易被外人拿捏，俾資本家、俾對手針對。商界博弈永遠有一條不變定律：打蛇打七寸，扮家族扮核心。如果何家得一個掌權人，外部財團、競爭勢力、金融機構只需要搞定呢一個人，利誘施壓、遊說禁定利益、製造錯誤、設局挖坑，所有手段集中對準單一核心。只要你一個人失手、失誤、失判，成個何家即刻任人宰割。但我搭建嘅四房並立格局，直接廢掉外人呢套最陰毒嘅商戰打法。每房四個板塊，四套利益，四個思維，四個把關人外人想浸入何家，要同時說服四方，同時突破四道防線，同時拿捏四股勢力。你買通一房，買唔通四房；你利誘一人，利誘唔到四方。你製造一個漏洞，其他三方即刻保衛。呢種極好先係真正嘅銅牆鐵壁。世人以為我拆分權力係削弱何家，實際上我係將何家從單點脆弱改成全益穩固。仲有第三個最深層最冷血嘅傳承邏輯，咁到下一代嘅天賦同心性。我一生人經過大風大浪，歷盡人情冷暖，見過無數陷阱，熬過無數次冚臨破產嘅危局。我識得克制，識得進退，識得止損，識得敬畏風險，識得權衡各方利益。但我嘅後代從細錦衣玉食，順風順水，冇經歷過白手起家，冇捱過生死危局，冇對過頂層博弈。我可以保證我一世穩重，絕對唔可以保證後代每一個人都心性成熟、判斷精準、敬畏規則。如果我立唯一繼承人，呢位繼承人能力不足，心性浮躁、野心大過眼界、討厭啊，大過定力嘅，成個家族就會陪葬，將千億基業獨喺單一個人嘅人品同能力上面，天底下最風險最高嘅賭局啊！我縱橫商海70載，從來唔做必輸嘅風險投資，更加唔會將整個家族壓上老場。我用四方制衡替代一人獨大，四個人同時守業，就算一個失誤、一個偏差、一個浮躁，佢在三個可以糾正、可以兜底喎，可以穩盤，制度兜底，永遠好過人性嘅兜底。好多人仲會問，既然制衡咁重要，點解我唔直接平均將所有資產打散，完全均等？
反而仲有輕微差距、輕微強弱。呢個就係我佈局最高超嘅一點。我需要輕微差距，需要絕對平均。絕對平均會變成人人躺平、人人依賴、人人唔負責任、完全均等。冇人願意擔當，冇人願意守盤，冇人願意維護家族整體利益。適度嘅輕微差距、輕微優勢、輕微競爭空間，可以令四房長期保持警醒、保持認真、保持穩重。有少少落差，先會有進取心。有少少博弈，先會有自我約束；有少少爭議，冇人敢肆意妄為。我徹底杜絕嘅係惡性內耗、互相搶食、手足反目。我刻意保留嘅係良性制衡、互相監督、互相保衞。呢兩者天差地別。我再同大家梳理返，由 EP9 到 EP14，我整套千億全城佈局嘅完整邏輯閉環，會徹底通透我從頭到尾嘅算計。第一 EP9 我講明，絕唔可以單一房獨計，獨大必亂。第二 EP 分拆解，四大信託拆分資產，用制度隔絕風險。第三 EP11 講透頂層人脈無法繼承，後代冇護城河。第四 EP12 區分，要靠膽識博弈守業，靠規則避險。第五 EP13 斷絕賽道隔離，徹底消滅內部搶食內耗。第六今日 EP14 最後封頂。佢唔立唯一繼承人，用四方制衡取代獨裁權力，杜絕單點崩塌，死局一套，佈局層層遞進，環環相扣，滴水不漏。世人只睇到我分產，讓利妥協，實際上我係一步步封死所有衰敗漏洞。分產防內耗，防權力失控，防後代冒險，防外部睇透，防人脈斷層。我一生人年輕時靠極致魄力打天下，年時靠極度克制守天下。好多富豪死後家族敗落，就係因為一世都用從嚴思維，從未學過守業思維。你始終想揾一個最似自己嘅後代，複製自己嘅魄力，複製自己嘅膽識，複製自己嘅獨裁決策，但佢哋忘記最致命一句真相：驗者嘅魄力係稀缺天賦，守業者嘅克制係頂級智慧。我唔需要後代有我嘅搏殺能力，我只需要後代冇機會犯下毀族大錯。呢個就係我唔立唯一繼承人嘅終極答案。最後我送大家一句受用一生嘅頂層處世真理：小團體靠獨裁做大，大家族靠繼承長存。力集中可以贏一時，窮力制衡可以贏幾代。今日 EP14 我徹底封頂何家分產所有底層邏輯。下一集講呢個系列最終極、最肯服所有人認知嘅收官真相。點解我寧願拆散帝國，都唔願意留一個攀大但脆弱嘅商業王國？但連所有看似自廢武功嘅操作，先係最頂層、最冷血嘅亂世生存智慧。中意呢種第一人稱豪門權謀，深度拆解。一打臉讚轉發，訂閱開啟小鈴鐺，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。大家族傳承究竟係一人掌權穩定還是四方制衡穩定？最高留言，我會專門開長片深度拆解。本內容僅作港澳近代商業歷史科普，不認可任何博彩行為。台存在嚴重財務風險與家庭危害，請所有觀眾遠離一切形式賭博。